金帆，你睡了吗？今晚我们家出了点事儿，我很想你。我现在去我们的家，你一定到后来找我，好吗？是美丽的不过虚化的包裹，还是那次爱情只是路过，万般牵强往事都一笑而过，时间会褪去我的软弱，虽然习惯了寂寞，一个人生活，但会在多年后偶尔联系。君远，君远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没事，头有些晕。这不是你小时候你妈送给你的公寓吗？我可以去看一眼吗？对，要不这样，我带你上去看看她。来，先喝杯热茶。这里还是和从前一样。你有没有不舒服？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？没关系，我就是想，要是你像我爸当年追我一样出了意外，我该怎么办？静媛，那以后呢，你就不要再那么冲动了。我看你的衣服都湿了，冷不冷啊？要不这样，你先去泡个澡，然后把衣服换了吧。我去给你找找，看有没有浴袍啊。金帆，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，一生都爱你，金帆。洗好了，来，先喝杯牛奶，我去给你煮个面。静帆，你等等，我有些话要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我不走，你就永远不会安全。我已经打电话给律师，立好了一份遗嘱。如果我有任何意外的话，我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你。首先呢，我不会要你的任何财产。第二，你也不会有事的，你别乱想了。可是金帆，我真的感觉我活不长了，都怪我太懦弱，所以上天才派聂小言来惩罚我。现在的我，只是一个被他糟蹋过的人了。你不要因为担心我们的安全，所以就勉强自己又回到那个畜生的身边。如果你回去了，就等于去送死啊！只要你没事，我可以为你死。金帆，我可以不要任何名分，我可以躲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，悄悄地等你。只要我知道还有可能见到你，我不会去骚扰你的幸福的。只要你能想到我，我就能活下去。我不怪你变了，我也尝试过去爱上别人来忘记你。婉晴，她一定有很多地方做的都比我好，但是她能做的，我一样可以。静媛，静媛，你别这样了好吗？
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乔金帆了，是婉晴把我救了回来，才会有今天的我。壮，你怎么来了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所有人都在找你。完了完了，在车上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刚才看见婉清从这走了。今天提早下班吧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躲着我了？那我现在送你回家吧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因为静媛的事情生气了？你听我解释啊！你别再跟我说这个了。怎么可以不说这个呢？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每一次我看到你这样的时候，心里都特别难受，特别的难过。你放心，你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我一定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妥当，就像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也给彼此一点时间，去适应这种转变，行吗？你是乔氏唯一的继承人，你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你的工作上？你现在不只代表你自己，你也代表整个乔氏。我不想再听见什么工作、什么乔氏了。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都是我自己来决定的。你不想听，我也要说。你得到了多少，你就应该承担多少责任。金帆，你别再把自己当小孩子了。你每天都在耍你的少爷脾气。你觉得大家凭什么为你买账？还不是因为有乔氏给你撑腰？要不是因为你姓乔，谁会理你啊？那你呢？你也是这么想的？那些东西我一点都不在乎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。真的。我们别再说这个了，有些事情说清楚了，我们反而没法面对对方。怎么了？婉清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？乔金帆，我真的很感激你，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我觉得你总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。我曾经那么依赖你，你不要再为我改变你自己。现在，就像你当初拯救我一样，去帮助乔氏，帮助静媛吧。婉清，你可不可以？您好，欢迎光临巧迪上会彩妆，这是巧迪上会新出的公主系列彩妆，非常的适合你。帮我包一份公主系列的吧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原来你在这里啊！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我刚去过杂志社，他们告诉我你在这里，所以我过来碰碰运气。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在公司吗？工作的事情无所谓，我真的很想见你，有一肚子的话想跟你说。我们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？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小姐，请拿好您的巧迪上会彩妆。哦，用我的卡。您的男朋友真的很帅哦。只是普通朋友。
我们找个地方，你慢慢听我解释，好不好？花姐现在辞职了，明娇也没有来上班，杂志社上上下下都是我一个人在忙，我真的很忙，没时间跟你聊。你那么辛苦，干脆就辞了工作，别做了。我不想你那么累，我可以照顾你的。我不需要你照顾我，我在杂志社工作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杂志社那么多人，我要对他们负责任的。你也是，请你对你的乔氏负责，行不行？喂，创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讲话啊。公司有很多文件等着你签，还有香港地皮的合同，这2天要做最后的决定。不管什么香港地皮什么合同，你就帮我签，你帮我盯着就好了，就这样了。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，乔总让我马上把你叫回来开紧急大会。你跟他说，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挂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你热爱你的工作，我不会干扰你的事业，但是你也不用就这样不理我吧？还要再提这件事吗？不论我怎么解释，你还是不相信我。但是事实它就是这样啊，是静源他主动，我跟他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的。好，我现在告诉你事情的缘由。静源怕我们有压力，所以他决定回美国去找他的前夫。然后明娇知道了，让我去追他。那天下大雨，路很滑，他的车出了点事，他身体又不舒服，刚好那个时候就在我们家附近，所以我就把他送到我们家去休息。经过就是这样的。那是你们的家，不是我们的家。我让静源跟你解释。乔金帆，你别再做这样的事情了。我只相信我自己看到的。我这几天一直在跟自己说没事的，我真的想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但是我心里真的很难受，我过不去。我知道静源为你们家做了很多事情，于情于理，你不能不理他。我知道你很难抉择，那我替你做决定吧。我退出，我真的很累。婉清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告诉我，你家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快告诉我，别让我着急啊！真的不重要，好好照顾金源。什么意思？就这样结束？就这样完了？你就这样放弃了？我不相信。我祝福你们两个。香港那块地皮是个机会，你好好把握。